藏族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了，我们来人家的这个地方玩，我们是客人，人家是主人。然后有一位客人干了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，人家主人不方便说的，但是我们其他客人有责任告诉他，你这件事儿干得不好不对，你得给人家主人道歉。这件荒唐的事儿是你一个人干出来的，但是人家主人对我们所有客人都可能是有意见的。最近2天，大家是不是被始祖鸟和蔡国强的这个升龙活动刷屏了？整个互联网上统一的谴责声。那今天早上的话，始祖鸟和蔡国强也发了道歉声明了。我呢想就2个大家没有提到的点，谈谈我自己的看法。大家第一次来西藏去看雪山或者爬雪山的时候，有没有被告知过一件事情？就是你对着雪山的时候不要大吼大叫。这个主要有2方面原因嘛。第一呢，你对着雪山，尤其是对着神山大吼大叫，那是对神山的不敬。第二是容易引发雪崩。那第一件事呢，我们先说雪崩的事情。大家知道始祖鸟这个活动的举办地是在哪儿吗？它举办活动背后那座雪山，大家知道是哪座雪山吗？那座雪山名叫宁津康沙，而它这个活动的举办地距离宁津康沙的山顶只有5公里，而现在当下正好是宁津康沙的登山季。宁津康沙海拔7200米啊，本来前段时间我也约了朋友一起想去爬那座雪山的，但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呢，我们这个登山活动就取消了。但是当他这个活动举办的那个时间，正好是有一些登山者在爬这座雪山的。当时我有一个朋友恰好是在这个活动的现场，那个烟花爆破的时候，我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我靠，这么大的动静会不会引发雪崩啊？那山上正在爬山的人可就要遭殃了。那我这位朋友也是爬雪山的，这是他的第一反应。那希望这次活动没有引发雪崩，没有引起人员的伤亡，那要不然这事儿可就大了。第二件事呢，是我想讲的重点。其实本来不想讲的，很容易被扣上一顶帽子，但是今天早上看了始祖鸟发的声明之后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始祖鸟。刚刚我们又说了，对着神山大吼大叫，那是对神山的不敬。宁津康沙就是当地非常出名的一座神山，它其实就是大家去3大圣湖之一的羊湖、羊卓英措，你在那里看到那座雪山就是宁津康沙，或者它还有另外一个音译的名字叫乃钦康桑。在神山山脚下搞爆破、搞烟花，甚至炸山，距离神山的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，这几乎是犯了当地最大的忌讳啊！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不敬的问题了。我都想问一下，始祖鸟你想干嘛呀？我为什么对这件事非常有感触？因为我10几年前就来过西藏了。我最早第一次来西藏是14年，骑川藏线一路骑到了珠峰大本营，那一年恰好是马年，我差一点就去转山了。当时来西藏跟现在来西藏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跟当地人的关系没有现在这么好，尤其是当时还听很多其他人说，在10年以前我们跟当地人还经常发生冲突。但是经过这10几年努力，大家现在来西藏，你看看我们跟当地人的关系有多好，多么的和谐，多么的团结。我们来人家的地方玩，人家对我们友好有个大前提的，就是我们要尊重当地的习俗和文化。其实他们要求也不高的，就是我们只要不去触碰他们的禁忌就可以。我相信很多朋友来之前也都知道了，比如说你不能拿手指头去指人和指山，你要这样拿手掌去拖着去指。然后进人家藏族的家门呢，那门口的那道坎你要一脚迈过去，你不能踩在上面。说实话，这些年我没有见过我们过来玩的人有哪个去故意去触碰人家禁忌的。有些人可能是确实不知道，但是一经提醒也都知道了，知道了之后也就自觉去避开人家的忌讳了。但是始祖鸟啊，始祖鸟，你在人家山脚下搞爆破、搞炸山，怎么着？贴脸开打呀？顶着人家的忌讳干这种事情啊？你来搞这个活动之前，你好歹了解一下嘛。在这个青藏高原上，在西藏，它不只是有生态的问题啊，它还有文化的问题。藏族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了，我们来人家的这个地方玩，我们是客人，人家是主人。然后有一位客人干了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，
人家主人不方便说的，但是我们其他客人有责任告诉他，你这件事儿干得不好不对，你得给人家主人道歉。这件荒唐的事儿是你一个人干出来的，但是人家主人对我们所有客人都可能是有意见的。人家藏族心里再不痛快，也不方便直说这件事儿，因为他们也很害怕被扣上一顶帽子。今天我们这份和谐，这份团结来之不易啊，大家都在为这个努力。所以说，始祖鸟蔡国强先生，你们最应该干的是要给当地的藏族认认真真的道一个歉。真的，今天大家来西藏玩，你能感受到当地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友好。免费请你喝酥油茶，吃糌粑，请你吃牛肉、烤羊腿，这个在这儿我们都遇到过很多次了。你们老是说你们是符合环保标准的，是使用了可降解材料的，但是本身这个事儿它就不应该发生在这里。爆破、烟花、炸山，旁边就是神山，这里是西藏。你就算符合了环保标准，你就算用了可降解材料，又怎么样呢？本身这种活动在这里举办，它本身就是不合适的。最后呢，再说一句，一个品牌，用户对这个品牌的信任是一件事儿一件事儿，很多个事儿，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，很多年才能把一个品牌建立起来，才能把用户对这个品牌的信任树立起来。但是想毁掉这份信任，只需要一件事儿，这份信任毁掉之后，你再想去重建这份信任，比你刚开始去建立信任还要更难。我相信做品牌的人肯定是明白这个道理的。同理，我们跟当地人建立起来这份信任也来之不易，不能让你们这一件荒唐事儿就把这个信任就毁掉了。人家看的不只是你，看的是我们其他所有人。你一个人干错了事儿，我们其他所有人跟着遭殃。